九龍有電車3蚊一程，平到呢。而家睇住動畫先，但遲下真係可能有噶。郵輪碼頭成日俾人話交通唔方便，政府提議用120億起高架單軌鐵路，但電車公司就反對啦，提出起現代化電車好過啊。由郵輪碼頭至觀塘、九龍灣同啟德嘅公屋村，用呢一款單層低地台電車行走，時速20公里，仲可以增建跨海橋，連接郵輪碼頭至觀塘，車程都只係5分鐘，有船行過仲可以開合添。咁搞法成本只係要28億，係單軌列車嘅1/4。第一期去觀塘最快可以2018年通車，快過單軌5年啊！平均車票3蚊就可以收支平衡啦，係咪好靚呢？但得唔得都仲要等政府決定噶。想關節唔痛，食補骨素啦！補骨素萬寧今日出位價149蚊，買3盒仲送多你30粒，快啲嚟買啦！